因為有啲人會話我掟蕉係抗爭嘅手段，令到啲老人家攞1000萬生果金㗎嘛，係咪？因為你話我仆街係基於呢個事實，我掟蕉，咁呢個仆街係一個價值判斷，但係呢個價值判斷係根據一個客觀嘅事實。但係你話黃毓民偷咗我500萬，咁你要攞證據咯喎。如果你冇攞證據，你話黃毓民偷咗你500萬，跟住佢又仆街，跟住呢個就係失實聲明。咁我因為咁樣而落選，你個當選嘅咧？呢度而家幾多人哋？選舉冇啊！搞嗰啲經濟啊，10點鐘啊，晚晚收10點鐘嗰啲你又唔搞，加埋呢啲有啦，有啦。喂，唔好同佢嗌交，佢有發表意見。喂，哥哥仔，你稍安毋躁，一陣間我俾個咪你講，好唔好啊？俾個咪你講 ，OK， 冇問題冇問題，我一陣間俾個咪你講，多謝你意見 ，OK， 好嘛？多謝你意見。呢啲叫，咪俾個咪你講啦，俾個咪你講，等一陣啦 ，OK。食屎啊你！好嗱，呢個咧。唔係，我而家喺度同大家講下法律啫，佢冇聽清楚，唔好怪佢啦 ，OK， 係咪？當佢有一日俾人揼嘅時候，佢就會記起我㗎啦 ，OK， 係嘛？即係一個人，你冇俾人壓迫嘅時候咧，你唔知道嗰啲被壓迫嘅、被人壓迫嗰啲人嘅痛苦，係嘛？所以我哋都係好多人都會認為我哋搞事嘅，係嘛？你搞事得威過我而家幾百人喺度，俾啲掌聲嚟啊嗱！嗱呢一個咧就係觸犯選舉嗰個即係所謂舞弊條例，因為你喺個論壇度質疑梁振英嘅僭建，你嘅選舉之所以贏，極有可能就因為啲選委覺得梁振英係咪覺得呢個梁振英係好清白，跟住咧唐英年咧就自掘墳墓，掘咗個窿，所以唔投票俾佢，咁係咪啊？咁所以我嗰日咧就講。我禮拜5朝頭早喺立法會就講同啲記者講，我話咧唐英年或者何俊仁應該去 ICAC 就投訴呢個梁振英，話佢發表失實聲明，令到佢當選 ，OK 就令到你哋落選，所以你發達啦，何俊仁你有機會做特首啦，唔該陳，係咪啊？如果唐英年又唔出嚟搞佢，咁你係何俊仁真係。但係何俊仁仲可以做，除咗 ICC 佢可以翻評一個所謂選舉呈請。呢個選舉呈請就係向法庭提出梁振英發表失實聲明，導致佢當選。我要求法庭裁決宣告佢當選無效。OK， 嗱呢一個 case 如果擺上法庭，當然有排搞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佢有冇得繼續做特首？另外一個問題就係。會令到梁振英係非常之樣衰，但係何俊仁唔肯做，佢喺禮拜5朝頭早上嘅大班個 DBC 嘅節目嘅時候，佢唔肯答應呢個鄭經翰話我會去法庭作一個選舉呈請，要求法官裁決梁振英當選無效。佢話如果真係贏咗，咁咪群龍無首，咁都噏得出，好想去做。所以呢啲咪叫民黨咯，係咪啊？呢啲咪白鴿黨咯，你邊有吉屎嘅啫？係咪？各位，我哋喺3月25號梁振英當選下任行政長官之後，喺呢度開始擺呢個論壇，嗰條題目就係向港共政權說不，搞到今日都差唔多3個月喺呢度。我哋嘅訴求好簡單。反對港共治港，因為梁振英係地下黨員，係中國共產黨嘅地下黨員。OK， 梁振英之所以可以689票當選特首，係因為西環嘅中聯辦，直接干預呢一個小圈子選舉，1200個選委 ，OK， 佢只係攞689票，你冇份投俾佢。但係你可能有份投俾我，我對上一次選舉攞6萬幾票入立法會 ，OK， 佢攞689票。我哋上次打拉布5月頭，佢日日出口術鬧我，話叫啲選民9月選舉懲罰我。我當場喺電台話，
票，嚟懲罰一個攞6萬幾票嘅人。你攞689票，大家都冇揾投俾佢嘅，佢做錯嘢，而家你有冇得懲罰佢啊？冇，係咪啊？你冇得懲罰佢喎，但係毓民做錯嘢，9月選舉你可以懲罰我哋投票俾我嘅喎，我就拜拜嘅咯喎，係咪啊？因為我係人民選出嚟嘅，佢係權貴選出嚟嘅，仲有得1200人，仲要打崩頭，到最後阿爺吹雞，全部冚家產都跪低之後攞689票。你有咩認受性啊？你有咩法律嘅基礎啊？你呢個特首係非法嘅，等於中國共產黨、中國執政都係非法嘅，佢未經過人民授權嘅，佢係打江山靠革命隊用武裝嘅力量推翻國民黨嘅統治，係嘛？跟住騎喺中國人民頭上62年，從未搞過選舉。係經過好多次嘅權力鬥爭嘅結果，係嘛？大家互相角力，最後擺平，係嘛？9個政治局常委控制13億5千萬人。我哋唔要香港好似大陸咁啊，各位！到今日為止，仲有啲人認為，如果你喺香港反對共產黨嘅統治，你就係漢奸，你係唔愛國，黐線嘅，你都真係。白痴嚟嘅呢啲係，而家都仲有呢啲白痴，包括頭先行埋嚟嗰個咪咯，係咪？我做漢奸啊，勾結外國勢力啊，係咪？中國啊，而家好偉大啊，嗱太空都上咗啦，人哋60年代上太空啦，你話美係咪？嘥埋呢啲錢，各位差唔多70-80年前，其實仲更早啦，我真係記得應該係民國初年。當時嘅北京大學嘅教授，有做過北大校長嘅胡適之先生，同啲年青人講：佢話你哋要為自己爭民主。因為佢係有人説，你要為你嘅國家爭民主、爭自由。胡適之就咁講：你要為你自己爭民主，你要為你自己爭自由。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，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的。呢一個講法咪好清楚咯？咩愛國啫？係咪？你要為你自己去爭取民主自由。一個民主自由嘅國家唔係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嘅。讀中國歷史就應該好清楚啦，係咪？如果喺香港21世紀一個多元化嘅社會，你仲有呢啲咁嘅腦筋？中國等於中共，而家共產黨統治，所以我哋就不能夠反對共產黨，反對共產黨即係反對中國。咁你翻屋企瞓覺啦，係咪？如果今日仲有人話俾你聽，沒有國哪有家，你又叫佢翻屋企瞓覺啦。冇個人就冇家，冇家就冇國家。OK， 國家係一個工具嚟嘅，係一個手段嚟嘅，人民先係目的啊嘛。所以我哋最近嘅口號都唔係口號，你講個神情。他們代表權貴，我們代表人民。如果你選嘅代表入議會，佢咪代表你嘅，選佢做咩啊？你睇下立法會呢個王國興，好心啦，你哋唔好咁樣搞啦，係咪？中意又響鐘，係嘛？我計過㗎啦，今日響鐘又浪費咗2個幾鐘頭時間，又嘥咗納稅人好多錢啊！跟住我就話：王國興，你唔好教聖經啦，係咪？響鐘就梗㗎啦，做議員就乖乖地嚟開會啦，仆你個街係咪先？係咪？一撳鐘15分鐘之內就要蒲頭，過咗15分鐘就流會，係咪？你翻仆街，冇到14-15分鐘你都唔行入嚟嘅，係咪？係邊個造成㗎？你知人工唔使開會嘅咩？調轉頭你嚟怪我？跟住話有啲人已經癲咗㗎啦，不停咁樣拉布，話我就拉到好過癮喎，我而家係拉布之星喎，從來未試過㗎，香港歷史上喺立法會一拉你1個月喎，拉完之後俾人哋剪報喎，我記得剪報嗰一日係5月17號凌晨4點半，曾鈺成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，如果議事規則裏邊冇規定嘅嘢，
呢個主席可以話事，夾硬嚟剪布俾我哋繼續辯論呢一個立法會嘅修訂條例，即係話咧限制我哋辭職嘅人不能夠參加選舉呢一條條例。我同大舊提咗1306條修訂案，嗰陣時我先至講咗10條。5月2號開始講，到5月17號，小弟先至講咗第10條啫。大佬，我自己提嘅修訂案仲有64條未講啊！佢梗係淆底啦，定案啦，大佬係咪？我喺度知乎者也講呢個康熙字典說文解字，解釋啲法例啲中文真係好渣。大佬，我哋香港啲法例咧，好多人都唔知，而家係法律雙語化，法律係有中文嘅。港英時代就係以英語為準，事實上英文嘅法律咧，即係個字眼係比較確切啲嘅。中文咧就係形容詞多，同埋語言唔清晰。呢個係香港最大嘅問題，就雙語法律嘅問題。根據基本法第9條講得好清楚，香港法律以中文為主嘅，但係英文一樣有個合法地位。調翻轉，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就會出現一啲咩咧？草擬中文法律嗰啲人英文中文好差，於是咧就啲法律咧就一句字句又畫啊、及又畫啊，一路及落去，係咪？又冇斷句啊，一行一句個句子講緊45個字，如果你有哮喘，一陣一定讀唔完嘅嗰40幾個字。冇斷句嘅，冇標點符號嘅，嗰啲係惡化嘅組織，嗰啲個歐性惡化中文。我咧就中意幫佢改中文，所以我嗰次提出嘅修正案全部係改中文嘅。個在字點解要改造成個語字啊？個之字係虛詞，虛詞點解喺呢個條文裏邊唔應該用啊？跟住我解個之字俾你聽，由《詩經》講到呢個《禮記》《禮運大同篇》，係咪啊？都得啊嘛，所以我咁樣拉布啊！佢話唔拉布，唔知道自己讀書少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天文地理乜都講，佢咪驚咯，係咪？好啦，呢一個剪布俾佢剪完之後，諗住瓜柴啦，已經係收工啦，係咪？未，因為有個5C14局，我拉呢個5C14局，搞到你7日之前一定上唔到立法會，果然搞掂佢。競爭條例草案。有成幾十條修訂案合併辯論，議員可以重複發言。小弟講咗5個鐘頭15分，我都唔知點解我有本事競爭條例可以講5個幾鐘頭。跟住講嘅期間不斷撳鐘啦，點人做？搞咗個6日啦，仲有一條法例，而家講緊嘅私隱條例。私隱條例完咗之後，仲有一大堆法案，有一個法律援助嘅條例，最重要有2條條例。要7月頭攞嚟嘅，一條係1手樓買賣嗰條條例，呢個係針對地產霸權；另外一條就商品說明條例，我已經預告呢2條條例加埋我要拉佢10日。7月18號喺立法會呢一屆會期結束之前，要梁振英嘅5C14局都上唔到立法會。